马壮士，相信以后你施展轻功的时候，一定能够收放自如的。真的吗，大侠哥？我这就去试试。哎，且慢。大侠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说经脉没有打通吧？那我这一脑袋真不是白扎了吗？这罪白受了。你的经脉确实已经打通了，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正好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马壮士来帮忙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经脉通了就好。大侠哥，你别老说帮忙，你吩咐啥事儿我给你办去。我想麻烦你，帮老夫把这个锦盒放在大殿的牌匾后面。啊，把锦盒放在牌匾之后，那这里边东西一定很重要了。我能不能先看看？时机未到，这封信的内容绝对不能事先告诉任何人。大侠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刚才你写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写什么了。你不怕我告诉别人吗？我知道你不会的。大侠哥，你真的是对我太了解了。你知道我口风紧，能守得住秘密，是吧？你口风紧不紧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你一定会保守秘密。你不知道我口风紧不紧，就这么相信我？你不是要杀人灭口吧？没有这个必要。我知道你不识字，根本看不懂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。大侠哥，我发现你骂人比小少爷狠。没脏。你把锦盒放在大厅内那个牌匾后面吧。大侠哥，你交代的事完成了，都办好了。谢谢马壮士，您先下来吧。啊！你光叫我想飞就飞了，没叫我想停就停啊！什么？站庄主，您教会了马上飞怎么飞，那你也知道该怎么能让它停吧？这个我真不知道从何教起呀。什么？老夫只知道打通他的经脉，让他施展轻功的时候收放自如，但是他怎么学会的，我就无从所知了。我怎么叫他停呢？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说你们俩别聊了，行不行啊？快点想辙呀！我还要上茅厕呢。那你以前停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站庄主，他以前不是撞树就是撞墙。那看来，他这次只能撞墙了。啊，站庄主，你看马尚飞长那么胖，他一撞墙能把整堵墙都给撞塌了。你如果不怕他把折剑山庄给拆了，那你就让他撞吧。只好如此了。大侠哥，别挡着我！你给我撞散了怎么办呀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啊，马尚飞！马壮士，马壮士，你没事吧？马尚飞，能没事吧？脖子毁了。大师兄，啊，你在这儿啊？没打扰你吧？啊，当然没有。啊，请坐吧。啊。哦，对了，师傅和我说罚你3个月不能用剑，你可千万不能怪他。师傅看待我们就像看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用意的。放心吧，大师兄，不开心的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不过说起来，我们都很羡慕你。羡慕我？羡慕我什么呀？当年你的剑法得到师傅的真传，纵横天下，独步武林。后来你又官拜神机营的千户大人，还当上了权倾朝野的9000岁的干儿子，何等风光！如今你又回到折剑山庄，师傅依然对你关爱有加。师弟们常说，这折剑山庄庄主的位置，以后肯定会传给你。这么多的好事都加在你一个人的身上，你说我们能不羡慕你吗？可是你不觉得我很可怜吗？可怜？你觉得自己很可怜吗？不是吗？你刚才说的什么神机营的千户大人，还有什么9000岁的干儿子，我都不记得了。
要不是任院老师告诉我叫叶红影，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不觉得自己很可怜吗？还有，你刚刚说师傅会把庄主的位置传给我，我想都没敢想。大师兄说笑了，这种事情你有什么不敢想的？鸟人，鸟人，鸟人，哎，老大，在哪儿呢？哎，这儿呢。哎呀，干什么你啊？我觉得你头在这边跟我说话比较方便。啊，那我一会儿怎么办啊？一会儿我再给你弄回来。那你能不能给他放到中间啊？一会儿再说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得倒霉的师傅，他说想试试我的经脉有没有打通，顺便帮他把那个什么破盒子放到大厅的牌匾后面，结果飞起来了，落不下来了。他不让我撞树，也不让我撞墙，一巴掌把我呼下来了。马壮士，你说的盒子是什么盒子啊？哎，这事儿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跟你师傅说好了的，绝对不能跟别人说。再说我这人口风很紧，哎，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，我就更不能说。信？什么信？这个我真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上面写的字我实在不认识。我说，你能让他还回那边去？好，我试试啊。好点吗？我怎么觉得还不如刚才了呢？啊？斜的。老大，外面风大，进屋弄吧啊。师傅在大厅匾额的后面藏了一个锦盒，难道那里面藏着什么秘密？启禀9000岁，派出去收拾孙伯瑜的那2个人，他们都死了。统统厚葬。是。启禀9000岁，需不需要卑职？本座该怎么做，用得着你来教吗？卑职不敢。还不赶紧退下！遵旨。皇城脚下居然出了这种事情，看来人心叵测呀。今后本座更要小心提防了。绑紧点儿，紧了才能止血，这样松的没用。哎呀，冬青姐，不能再使劲儿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人手脚没轻没重的，再使劲儿，胳膊都快断了。我看这样不行，我们还是去找个医馆看看吧。那可不行，你看咱们身上的这身打扮，万一出去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再说，咱们现在在京城，一切啊，都必须小心谨慎。那你的伤怎么办呢？没关系的，一会儿你去药铺帮我抓些草药就可以了。说我傻，我看你比我更傻。以前你总是说我，但是现在你为了救这个当官的，你连胳膊都不要了。你说你跟他非亲非故的，值得吗？值得，我相信他肯定是个好官。哎呀，你管他是个好官坏官的，咱们当老百姓的，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不就行了吗？这天底下的事情啊，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从小我爹就告诉我，如果这个世上能多几个好官，那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好日子。如果不幸遭遇奸臣当道，那老百姓可就要跟着遭殃了。我爹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遭到奸臣陷害。所以，当我看到那些好官遭遇麻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爹。所以是个好官，你就要去救，对吗？不，我不只要救好官，我还要救所有的老百姓。冬青姐，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明白，不过我真的很佩服你。